邀請你參加今次展覽啦，就講翻個主題係同 still life 有關嘅。咁你其實第一樣諗到嘅物件，或者你第一個畫面係會諗起啲乜嘢咧？我睇一幅靜物畫嘅時候，可能我最關注係畫家喺嗰個年代點解攞呢個物件放入畫面裡面，而呢個物件喺當時年代普遍象徵嘅符號，同而家我哋去睇呢幅畫去想象徵嘅符號，或者藝術史點樣去 interpret 嗰個符號，其實又可以好唔同。好關心譬如一個玻璃，可能佢代表脆弱，但係其實佢同時係一個好堅固嘅容器，有一種矛盾性咯。特別關注呢一 part。咁其實你會想喺呢件作品入邊帶出嘅故事，或者佢個內容係啲乜嘢咧？哦，今次個作品叫《關於花卉與手勢的靜物畫》，其實就係參考咗以前畫家去做一個靜物畫嘅時候，會喺大自然或者佢哋日常生活度攞一啲素材擺喺佢哋畫面入面。好多時候一啲外交嘅場合，兩個人中間會有一盆花，我會覺得啊，佢其實係一個背景喎。咁如果我試下將人刪走，放大呢盆花喺個成個畫面嘅構圖，就係呢盆花同可能係佢前面有啲人嘅一啲手勢。咁我做緊嘅嘢其實係重新演繹緊靜物畫呢件事。然後我想講下我個背景音樂用咗李斯特係。嘅愛之夢，其實係一個音樂盒版本。愛之夢係關於一個最崇高嘅愛、最偉大嘅愛，點樣同呢啲新聞圖片好似好冷冰冰嘅圖片形嗯成一個反差。嗯。咁其實你一路創作嘅議題有冇特別留意啲乜嘢咁樣㗎？近年會做多咗個人嘅情感點樣同一啲大敘事、大歷史裡面重疊。咁好關注我自己點樣可以通過呢種創作手法，去喺數碼媒介，譬如我做好多影像啊、電子啊媒介裏面，仲係保留到藝術家嘅溫度或者嗰個材料嘅物質性咯。嗯。